糟糕，主人又扔蛋了，快布阵！10年了，师傅，您传给我的这本仙法，我连个屁都没练出来。快洗澡，这边要成精了！主人，您管这叫没练出来。这是哪位仙人，竟突破至仙尊境，引得天道震颤？一颗蛋居然成仙了！唉，体内还是一点修为也没有。师傅，我都修炼了10年了，您这本仙法是从地摊上淘来的吧？师傅，师傅！师傅，师傅！哎，小柔，师傅，我不能再跟着你了。为什么？3天前，林家的连傲天上门提亲，若是我不嫁给他，他就要灭我秦家满门。这么嚣张？我秦家虽然是云城豪门，但是那林家乃是修仙世家，在整个南省都是只手遮天的存在，更是背靠昆仑女帝，我们惹不起。修仙？小柔，我也是修仙者。师傅，他们那些是真正修炼有修为的，不是你这种纸上谈兵可以比的。师傅，拿着。小柔，师傅，我知道你下个月的房租还没有着落呢。师傅，这是我的全部积蓄了，你拿着，然后赶紧离开。若是林家知道你的存在，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小柔，走，先往哪儿走？恭迎李宗主。看好了，不许放任何人进来。是。爸，我今天终于能见到传说中的神君了。慎言，长辈面前不可胡言乱语，否则你们小命不保啊！这什么操作？闭嘴！来了！快跪下！给他跪下！快！我拜见神君大人。恭迎神君大人。神君，他竟然是传说中连屠10城、赫赫有名的上古凶兽吞日神君，好恐怖的妖气！起来吧。是。神君大人，
您上次让我安排的事情，我已办妥。哦，你找到无垢仙体的女子了？那云城秦家的秦柔，正是你要找的所需之人。她也是林家小辈的未婚妻。神君大人，我已安排小子提亲，一旦完婚，就立刻将她献给大人。林家不错，小辈，你可否愿意将你的未婚妻献给本座？啊，晚辈愿意。好，只要将她吞噬，本座便能修之化境，重振为妖宗。届时天下之大，除了主人，本座将再无所惧。主人，神君大人，这世上还有比您修为更加高深之人吗？是啊，若不是有主人在身边，就算我修炼1000年，也无现在的境界。天哪，这是何等的绝世高人！好了，本座不能离开太长时间。这个神器，先赏给你。等这件事办完之后，本座会赐你林家一场造化。多谢神君大人。神君慢走。嘿，恭送神君大人。张虎，秦小姐，你与我家少主即将成婚，竟还敢私会男人？他是我师父，我是来跟他道别的。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带走小柔。师父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毫无修为的凡人而已，踩死你，如同踩死一只蝼蚁。别以为你们这人多，我就怕了你们。我这可是养了恶犬的。大黄，大黄，大黄，这狗东西死哪儿去了？恶犬，老子好久没吃过狗肉了，正好打打牙祭。解决他。是。别，你们别过来啊！我警告你们，我们家恶犬可是杀人不眨眼的。熊掌，这就是你说的恶犬？看着肉倒是不少，宰了它，给老子下酒。不要！好肥的一条狗啊！不要啊！哟，大妖！死了！心脏骤停，张管家，他是被吓死的。他看到了什么？这地方也太邪门了。是吗？走。狗东西，刚才去要你的时候死哪儿去了？罚你1天不许吃饭。师父，林家的人死在这儿了，你赶紧走吧。可是小柔，我不能看着你跳进火坑啊！师父，若是你真的修道有成就好了。可是，师父，虽然这段日子我没有学到什么，但是我很开心。师父，我走了。小柔，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啊！恭喜！多谢！哎，里边请！哎呦，恭喜！欢迎诸位！贱人，之前拒绝我林家联姻，还骂我是卑鄙阴险的二世祖。现在整个云城都在传你跟你那个师傅玩暧昧，害老子丢尽了脸面。看我今天不玩死！少他妈吃点狗粮！昨天给你买的磨牙棒呢？
哎呀，主人这是怎么了？好大的怒气！不行，连自己的徒弟都护不住，我还修个屁的仙！林家，没了。这等游历人间的心态，不愧就是我要找的高人。到底是什么样通天的手段，竟能让一颗蛋成仙？诸位，吉时已到，里边请吧。怎么，不想走啊？哎，凌少，不愿意是吧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杀了你！别！我听你的便是了。就是嘛，别心存幻想，走吧。等等，师傅。师傅，阁下是谁？我林家好像没有邀请你吧？师傅，你来这干什么？这里很危险的，你赶紧走吧。不，我要带你一起走。啊，你就是那个跟他关系不清不楚的师傅，敢来我林家抢婚，你真不怕死啊？敢来林家抢婚，此人好大的胆子！这是回忆了吧？这种事，这林家是有何造化，能惊动高人前来？哼，不自量力的东西！我林傲天看上的女人，也是你能染指的？我看你的死期到！你这样做，考虑过后果吗？大喜的日子来我林家闹事，哪来的底气？我若要有，天不可无；我若要无，天不可有。我要让这日月天地无光，那这日月天地便无光。我乃是绝世高人，你说我是怎样的存在？什么情况？好的怎么打来了？这是言出法随。言出法随？不是吧？这么巧？没错，算你们有点见识，这就是本尊的言出法随。这怎么回事？绝世高人，南省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存在啊！阁下，难道是帝都来的高人？狗屁的高人！他秦荣要是认识这样的人，那能嫁给我？本少今天就看看你的实力！不可莽撞！爸，我在他身上没有感受到一点修为啊！若他的修为远高于你我，又怎能感受得到？不可轻举妄动。可是不能让他把人带走啊！咱们有神君大人撑腰，何须怕他？看来是被我唬住了。哎，我说你们嘀咕什么呢？非要让本高人出手，让你们林家血流成河吗？哎呀，师傅，算了吧。哼，那我今天就放了你们林家，日后一定要低调做人。小柔，我们走。站住！走了。这是什么？
今日本尊就要突破境界了，林家，我来啦！这是……你别乱！好啊，原来拿这么个破玩意儿在这糊弄我们是吧？哼，我还真当他是高人呢，原来啊是江湖骗子。老夫修仙多年，竟然被这么个玩意儿唬住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韩哥，这下糟了！哎呀，我真以为是高人来拯救我秦家，没想到是这么个破玩意儿。哎，哼，敢骗到我林家头上，死骗子！老子这就锤死你！你别过来！傲天，昊天，我去，师傅，你没有骗我，你真的是修仙者。我是个屁呀！我都没碰到他，这小子就飞出去了。傲天，林少身为我南省天骄，竟一招落败。这还真是个高人呐！我去，师傅，你没有骗我，你真的是修仙者。我此时不装，更待何时？哎，你还是南省天骄呢，碰一下就飞了，你行不行啊？敢跟本高人动手，如此放肆，还不赶紧跪下！否则，我让你们林家血流成河！你敢？我林家有吞日神君撑腰，你动我一下试试！吞日神君？吞日神君？吞日神君？相传吞日神君乃上古大妖，修为通天，无人能敌呀！没想到林家背后竟有如此恐怖的存在。哼，这下看他如何收场。上古大妖，原来林家投靠了吞日神君，难怪如此大胆。看来好像有所忌惮了。张口就来，我凭什么信你们？我林家有神君大人亲赐的法器，你若不怕死，便来领教一下吧。取法器来。是。时间搞大了，早知道不装了。神君大人的法器必定毁天灭地呀！神君大人亲赐法器在此，你怕还是不怕？还不赶紧跪下！等等，哎，这不是我家狗的磨牙棒吗？你从哪儿偷来的呀？混账！不可胡言乱语！你家狗的磨牙棒？没错，这怎么在你这儿啊？放你的狗屁！神君大人亲赐的法器，你竟敢如此亵渎！这就灭了你！师傅！这什么情况？爸，这法器怎么用不了啊？这我也不清楚。哼，还神器呢？哎，你们说啊，这是不是狗的磨牙棒？是不是？这简直一模一样。我看你们啊，就是在虚张声势，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吞日神君。放屁！林家跟神君大人关系熟得很。哦，这么熟？那今天大喜的日子，你们没把他请过来，跟你们喝两杯吗？哼，神君大人何等人物，此刻就在林家。何人在此放肆？不想活了吗？见过神君大人。不是吧？真在这儿？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妖界大妖吞日神君吗？奇怪，他身上我竟没有感觉到半分妖气。师傅，你赶紧走吧。我动不了。怎么害怕了呀？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你不是绝世高人吗？
你自断经脉吧，我可以留你一命。若是神君大人亲自出手，定叫你身形俱灭。这个时候不能怂啊，不然真完了。那我们不妨赌一把，看看在他出手之前，我能不能先灭了你们林家。完了，好像镇不住他呀，怎么办吧？哼，你们瞎嘀咕什么呢？演出发！等一下，什么意思啊？千万别动手！高人，我就是个假的，都是林家主让我这么做的。这林家也都是演技派啊。假的？难道林家和吞刃神君并无关系啊？没用的东西！唉，你这等蝼蚁根本就不配死在我手上，滚吧！多谢高人。你，我心怀悲悯，有容乃大，如此都不动怒，果然是高人风范。不行，得赶紧离开，不然迟早被吓出心脏病了。今日我便饶了你们林家，再敢有下次啊！咱们走。好重的妖气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这等恐怖妖气，难道是？神君大人，您终于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小子，现在你是不是高人已经不重要了，反正结局都是个死。见过神君大人。师傅，真的来了！我差一点就能脱身了，这下彻底没机会了。神君大人，就是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家伙，要抢您的炉鼎，还扬言要灭我林家满门。啊！好大的狗胆！这吞刃神君不愧是活了1000年的大妖。师傅，我们完蛋了！我知道，神君大人，他不仅把我打伤，还说你给的神器是磨牙棒啊！有意思，敢抢本座的炉鼎，质疑本座的神器，小子，转过身来！完了，别，我彻底控制不住了，别动我死腿！师傅，死就死吧。你是？不管了，先求饶再说。小子，你不是嚣张吗？你继续嚣张呀！神君大人，快出手吧，灭了此人！这神君，怎么跑？哎，神君大人，爸，神君大人怎么跑了？师傅，他怎么跑了？跑了？这什么情况呀？我知道了，神君大人一定认出高人，所以被吓跑了。啊？原来高人的境界，就连吞刃神君这样的上古大妖也忌惮无比。没错，正是如此。你果然看得明白，高人这么厉害，先前是我低估了。爸，神君大人怎么会怕他？怎么突然跑了？这我也看不懂了。小时候有这样的师傅，我亲家要起飞了呀！在下秦震天见过高人。师傅，这是我爸。秦家主，你好。敢问高人村号是？吞天大帝。吞天，好霸气呀！见过大帝，拜见大帝。大帝，哎，你们怎么不跪啊？瞧瞧你们父子俩，腿都吓软了，
你们吞噬神君呢？让他出来呀！出来呀！你什么你？你没病，你给我走2步。来，你倒是动起来啊！我看你这表情是不服啊！你不服啊你？没有，岂敢不服？服了还不跪下？若非本高人心胸宽广，林家主，你还有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吗？跪下！好，高人教训的是。哎，早该是这个态度嘛。林家主，以后做人呢，低调点儿。记住了。师傅太厉害了！让你跪下，你没听见吗？看什么看？给我跪下！你抢我女人，还让我给你下跪，你欺人太甚！我欺人太甚？你欺负我徒弟的手，你怎么不觉得欺人太甚啊？高人留你狗命，你还不知道感激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吗？服不服啊？服不服啊你？让你不服，让你高人，求求你别再打了。我不打，你儿子他不服啊！逆子，跪下！这还差不多，这也不装的是我了。撤！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今日我林家受到的屈辱，他是我10倍偿还给你。本高人是不是给你脸了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你当你是短剧男主啊？自身都难保了，还敢扬言威胁我？别打了！高人，求您手下留情吧！本高人只要想，我现在就能灭了你。还30年河东，你能活到那个时候吗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！高人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请您饶他一命吧。我没兴趣踩死你这只蝼蚁，你刚才的傲气呢？瞧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。这等宽广的心胸，足以容纳天地，不愧尊号吞天大帝。若儿，趁现在赶紧跑！师傅，我们为什么要跑啊？你我的傻徒儿啊！别问了，赶紧走就是了。走走啊！哦，吞天大帝，可笑至极！太爷爷，老祖，你出关了！神君大人传音给我，今日不便久留，才突然离开。你这等蝼蚁般的存在，倒是借机装上了啊！不是吧？小子，想要离开，先过老夫这一关！炼气化形，我勒个乖乖，元婴老怪呀！小子，还有些本事啊，竟然能躲过老夫随手一掌！真厉害呀！相传林家老祖受女帝指点，闭关100年未出，此次破关而出，看样子已经突破元婴期了。林家正是有他坐镇，才能屹立100年不倒。老夫纵横人间300载，得我师父昆仑女帝10之1二真传，你个黄毛小子，竟敢来我林家装神弄鬼！老夫定要将你挫骨扬灰！师父，淡定。林家老祖是吧？我看你有取死之道。小子，今日你休想离开！哎，老祖不可！哎，老祖，您是要留高人吃饭吗？哼，吃饭，他不配。哎，刚才没灭了你们林家就飘了是不是？信不信我演出法随？什么演出法随？什么绝世高人？可笑！刚才你对傲天动手的样子，有一点高人的风范吗？倒像一个手脚绵软无力的普通人。坏了，那几脚给他看出端倪了。那是因为本高人心怀慈悲，不忍杀他。你修炼了几百年，这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吗？
当年看他为人谦逊低调，做事勤快，我才是为弟子。没想到活了几百年，越活越倒退，连高人的用心都看不出来，愚蠢透顶。哼，如此拙劣的借口，还想骗过老夫？黄毛小子，你当老夫在人间白活了几百年吗？小林子，这么说你是想跟我碰碰？小林子，老夫拍死你！别冲动，我看此人不像是毫无修为的凡人呢。你若执意动手，必酿成大祸，你林家承担不起。你给我走开！老夫这就让你现出原形！死手别抖啊！师傅，快坦白吧，我去求林家饶过你。老祖，老祖，老祖，老祖！林家老祖元婴期大能啊，竟然被高人一招重伤。而且根本没看清高人出手啊！对呀，废话，让你看清还得了？师傅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我的个乖乖，我什么时候这么强了？难道是师傅显灵了？嘿嘿，小林子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想跟我碰碰？你有那个实力吗？是我有眼无珠，我该死，冒犯了高人，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逼本高人出手，皆是你咎由自取，现在知道怕了？是，我们林家几代人都知道怕了。你刚才逼本高人出手的气势呢？你倒是拿出来啊！打得过的时候嚣张，打不过的时候求饶，这就是你们林家的家风吗？哎呀，高人，老祖，您先起来。起什么起？你也赶快跪下，快点儿！老祖，您判断的没错，他就不是高人。什么？他就不是高人。什么？什么情况？我应该没露馅啊！老祖，您一把年纪了，先起来再说。混账！我们都不活了吗？哎呀，老祖，您出手之前，我还相信他7、8分，但是刚才我在他身上并没有感觉到丝毫灵力的波动，就算修为再高，难道能不动用灵力吗？所以，就不是他出手。没有灵力，这点老夫倒是没注意呀。你确定没有吗？你问我？小子，露馅了吧？在我林家装了这么久，差点让你得逞了！畜生，竟然骗过了老夫的眼睛！你们林家是不想活了吗？你倒是出手啊！就算老夫求死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啊！准备跑！老祖，你看，他明显是害怕了。小子，老夫这就送你归天！刚才骗手是他出手。你又是何人？那你好好看看，我是谁？啊！师傅，女帝大人！天哪，竟是女帝！哎呀，拜见女帝！师傅，恭迎女帝！都起来吧。这才是真正的大佬呀！没去见过高人。
快免礼！看这情况，女帝被我唬住了。师傅，您说刚才不是他出手的？刚才确实是我出的手。师傅啊，因为这么一个满口谎言、装神弄鬼的骗子，您就重伤于我。因为你们林家还不配高人出手。刚才若是高人出手，你就不仅重伤这么简单了。高人海纳百川，给你们林家数次机会，而你们林家却不知珍惜，和这个蠢货多次冒犯高人。说的太对了。老祖，女帝对他如此尊敬，这小子到底是不是高人？这我也看不懂了。就算不是，有女帝在此，神君不现身，我们也奈何不了他呀。王八蛋，竟然还招来了女帝！昆仑女帝都喊他高人，小柔有这样的师傅，那我秦家要崛起了呀！高人，师傅，还请息怒啊！我没有你这么愚蠢的徒弟，从今日起，我不再是你师傅。林思海，你逼迫他人嫁给你的儿子，以势压人，霸道蛮横，还多次冒犯高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好大的胆子！高人不必动怒，这种小事不必你亲自动手，交给我处置就行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高人，我这就废除他们的修为，断其经脉，让他们以后再也不能胡作非为。啊！林大人，我林家早已归顺吞日神君，你若动我林家，便是与神君为敌。对，神君大人乃上古大妖，你不记得吗？吞日神君，一个被高人吓得连面都不敢露的缩头乌龟而已。高人在此，我何须记得？别动手！高人，怎么了？你把自己摘得干净，你收拾林家倒是爽了，那吞日神君要找我算账呀！高人，难道你在记得那上古神妖？这吞日神君在我眼里不过就是狗一般的存在，你看我站在这儿，他敢现身吗？果然如我所料，那吞日神君被高人吓得不敢露面。那是，狗一样的存在，竟然能看到神君本体，果真是绝世高人。那他们林家，本高人说过，可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我自然不会食言。修行一道，切忌杀心太重。杀一个人，简单而宽恕，仁慈，不杀，这才叫境界。不杀才叫境界。高人受教了，高人的胸襟，晚辈着实敬佩。林四海，你好自为之，若无悔改，下次可就没机会了。改，一定改，谢高人指教。这演技，不拿个奖可惜了。快走！高人请留步。我尼玛太难了。请问，阁下是？这人神经病吧？师傅，这是我爸。啊，拜见高人。林思涵，你林家在南省作威作福，刚才还逼迫我的女儿嫁给你这个废物儿子，还扬言要灭了我秦家满门。说吧，这件事情怎么解决？秦震天，你想怎样？来日方长，我劝你见好就收。
见好就收！你在教我做事吗？你个大五棒！还有你，你爸这么嚣张啊？确实是有点嚣张啊！李思涵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身后站的是谁？秦震天，开出你的条件吧，要怎样？那就赔偿10亿，就当给我女儿的精神损失费。10亿？10亿啊！哎呀，10个亿，这么多！10个亿，你这个要啊你！哼，好。等等，又怎么了？不是转给我，是转给高人。高人，我知道，像你这种大人物视金钱如粪土，前辈你可以不要，但是晚辈不能不给啊，一点心意，略表敬意。好了。到账10亿元，这么爽，这够我花几辈子了呀！林家这趟来的值啊！真是岂有此理！宗主，这是你让我查的资料。天机阁，好霸气的名字。宗主，你要不再看看？因长期拖欠年审费用，阁主毫无修为，已被宗门协会取消立宗资格。真是奇耻大辱！堂堂一林家，竟被一区凡人如此羞辱戏弄，颜面扫地呀！啊，凡人！爸，我就说吧，他怎么可能是高人？谁家高人会像他那样逼逼赖赖啊？哎呀，别怪我，行事太过谨慎。神君大人，起来吧。神君大人，今日您怎么突然匆忙跑离开了？本座今日在林家见到了主人，你想让本座死啊？什么？神君大人，您主人今天也在场，那他怎么没出手啊？出什么手？神君大人的主人修为通天彻地，是何等的大人物，怎么可能把你们小小的林家放在眼里？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游历人间的心态罢了。原来如此。还好主人今天是没认出我来呀，他要是知道我现在在干这事儿，他可得宰了我，大牙祭呀！对了，让你们办的事情，你们办的怎么样了？神君大人，我们这边也出现了点变故。大婚之时来了个装神弄鬼的混蛋，又有昆仑女帝给他撑腰，最后把秦柔强行带走了。还有这等事？这个死骗子我们倒是好处理，但是那个昆仑女帝修为远在我们之上啊！女帝干坏本座的好事儿，那便连她一起收拾了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这次我也去。好，本座就赐你一套天狗10日阵法。此阵法是本座从主人那儿偷学的，放眼整个修仙界，只有本座和主人能破，诛杀女帝，轻而易举。多谢神君大人。好，好啊！不愧是神君大人。神君大人，这是本座的至尊法宝，为了万无一失，借你们一用。多谢神君大人，请您放心，这次我保证完成任务，记得还回来。是。
女帝？高人，您这是？哦，牛尔代夫七日游。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来日方长啊。哎，高人，高人，云溪的境界已500年从未突破。今日看到高人，方才看到曙光，还请高人收云溪为徒。云溪愿此生伴高人左右，听从高人的安排。天哪，这可是女帝呀！这都被师傅忽悠了。这智商怎么能活这么久呢？高人，女帝，你个蠢女人，还当他是高人呐？要凉了！林四海，胆敢侮辱高人！师傅，他好像发现了。哎呀，别慌，越慌死得越快。高人，好，我就让你这个蠢货看看老夫是如何撕掉这个废物的伪装的。林四海，我看你是活到头了。道宗李道一，难怪你林四海这个老家伙敢对我这样说话。中原最强宗门道宗林家，竟然请来了这等存在，也太给我面子了。姓林的，昨天我饶你不死，你今天还敢闯上门来，你信不信本高人？去你妈的！你以为老子还吃你这套？天机阁，一个连年审费都交不起，被取消了立宗资格的垃圾，我呸！这是查清楚我老底了呀！有眼无珠，不识真龙的存在。高人前几日突破，引得天道震颤，我亲眼所见。你林四海蝼蚁一样的修为，又怎知高人是如何恐怖的存在？云溪说的没错吧？我懂了，这娘们是认错人了，这一点倒是可以利用。蠢女人，昨日神君的主人游历民间，正好被神君所见，于是他就走了。你以为真的是被这蝼蚁所吓跑的？神君的主人？我去，昨天还有更厉害的大佬在，连女帝都不知道，藏得够深。如果真如你所说，神君的主人为何不敢现身啊？还不是忌惮高人的存在？我去，大姐呀，别给我拉仇恨了呀！云溪说的没错吧？你说是，那就是了。哼，我真想不通，你这蠢女人是如何修成大帝的？难道光顾着修炼，把脑子都给扔了吗？英雄所见略同呀！哎，李道一，我看你在找死！行，我现在就当着你的面宰了他，让你这蠢女人好好的清醒清醒。你道宗虽然是中原最强宗门，但还是不配高人出手。你这一点我非常认同。要想本高人出手，先过了他这一关，上吧，千万不要有所保留。正好，我早就想领教你的本事了。李宗主，这娘们脑子不咋样，实力可以啊，又要脱困了。不愧是女帝呀，不过还好，我有神君赐予的阵法，老夫岂会怕你？神君的阵法？你还有阵法？高人，为何如此惊讶？那又如何？你仍然是一只蝼蚁。没错，蝼蚁。行，今日老夫这只蝼蚁就用神君的阵法送你们归西。高人，就让我来会会他的阵法。好，那就如您所愿。
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神君，此阵法果然厉害，连女帝都能困住。那是自然。哎呀，徒儿，你别乱动啊！师傅，我感觉我气血翻涌，浑身疼痛难忍，这样下去我根本坚持不住啊！云溪，你不是一直都想追随我吗？破了这个阵法，我便答应你。真的？好。这是神君所赐的天狗10日阵法，你越反抗，受到的反噬就越大。昆仑女帝，你想死得越快，你就越快来破这阵法吧。没想到吞人神君的阵法早已竟然如此强大。天狗10日阵，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啊？高人，你倒是破阵呐！怎么像个死狗一样站那儿一动不动啊？本少说过，昨日在林家受到的屈辱，会让你10倍偿还。今日就用这大阵，慢慢的把你折磨死。年轻人，火气别这么大嘛！哼，不杀你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高人，云溪惭愧，修为不足，还请高人出手。啊！我有这本事还要你说啊？女帝，你指望这个废物破这阵法呀？你真是世间最愚蠢的女人啊！女帝啊，你可是修炼界最高贵的女人呐！如果你答应做本宗主的女人，我可以饶你一命，怎么样？考虑一下呀！好，李宗主，等您用完了，让我们也尝一尝这女帝的滋味。好说，好说。我定要杀了你们！老夫现在就让你香消玉殒了。真是可惜了呀！哎，宗主，您别忘了，千万别伤了那秦柔，她是神君大人的炉鼎。我心里有数。高人，我知道你心怀卑鄙，但是向林家太上头了，还是高人出手啊！出手？出病还差不多。高人，你快出手吧，我快支撑不住了。我想一想破解之法。怎么办？女帝都破不了，活命休矣呀！行啊，你还挺能扛的嘛！让我见识一下全力催动阵法的威力。高人，链条在量子的纠缠下，更好的吸收宇宙的暗能量。这阵法口诀怎么跟我当年扔掉的废稿一样？听你这话的意思，这天狗10日阵法竟然由你所创？对，我说怎么这么熟悉呢？这就是我当年写的阵法理论。啊！哦，宗主，快，这高人，他被阵法吓傻了，开始胡言乱语了。等我诛杀完女帝，然后再将她碎尸万段。意大利面就该拜42号混凝土。不管了，试试看。同时，混凝土里的钢筋还能起到天然叉子的作用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大道真言，徒增成兵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怎么可能？超到意大利面不仅抗饿，
还可以在电饭锅里自主发电，甚至还能给天兵天将起到 WiFi 增强器的作用。嗨！天哪，师傅，你还有这本事呢！3言2语便破了阵法，高人的境界，恐怕云溪无法想象。还真有用啊！你竟然破了神君的阵法！宗主，神君不是说过？哎，等等，本座今日在林家见到了主人，你想让本座死啊？本座就赐你一套天狗10日阵法。此阵法是本座从主人那儿偷学而来，放眼整个修仙界，只有本座和主人能破。诛杀女帝，轻而易举。莫非他就是神君说的主人？什么？宗主，这不是真的吧？哎，还好没忘了阵法口诀。只是我那阵法理论明明是扔掉的废稿啊！我明白了，定是哪位高人捡到，加以改善成了阵法。神君曾经说过，在修仙界，只有2人可以破得此阵，那就是神君和他的主人。如果他真是神君所说的主人，别说是我们2个，就算是神君，也得跟着一块完犊子。哎，宗主，你想想，神君大人是何等人物？他的主人必定是凌驾于修仙界的大人物，而他呢，宗门年审费都交不起的一介凡人，岂能是神君的主人？况且刚才我那样羞辱于他，他都没有动怒。什么样的高人如此能忍啊？你们分析的有道理，看来是老夫多虑了。现在是故技重施的好机会。这就是你们引以为傲的阵法，本高人随手破之。哎，师傅，你怎么办到的？因为这阵法本来就是我写的嘛。你入戏也太深了吧，连我也骗。我，别说了，再说就穿帮了。你们可知错？本高人但凡较真一点，岂是尔等蝼蚁可以抗衡的？跪下，诚心给本高人认个错，便滚吧。高人还是过于仁慈了，不行，绝不能放过道宗和林家。我认你妹，凭你也配！哎，这剧情不对啊，他们怎么不怕我？高人，如果就此放过他们，他们日后定会为非作歹，以势压人，这种修仙界的祸害，还请高人出手诛杀。对，言之有理。那我可就要说的倒是轻巧。喂，老夫就站在这里，等你来杀我呀！没错，有能耐别废话，动手便是。我，高人，他们实在太猖狂了，杀了吧！有了，对，你说的没错。刚才给你的考验你没通过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杀了他们，你便可以成为我的徒弟。好，高人，虽然刚刚被阵法所伤，不过杀他们不难。好好好，快上！借刀杀人，我他妈真是个天才！上法宝！女帝，怎么样啊？那神君的制枪法宝困着无法挣脱，是不是特别难受啊？啊！看着自己的灵力慢慢被抽干，只能等死的感觉，很绝望吧？
君大人赐予的法宝还有阵法，对付女帝果然轻而易举啊！那当然，实力这么弱，我的个乖乖，你这个女帝不会是个水货吧？前辈，哎呀，师傅，不是女帝太弱了，是林家背后的神君太可怕了。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高人，云溪无能，这个林家背靠吞日神君，云溪不是对手，又让高人失望了。你不必愧疚，何止失望，我很绝望呢。蠢女人，你又指望他来救你？刚刚他可是侥幸破阵，现在可没什么好运了。高人岂会怕你这法宝，更不会见死不救。你们就等着受死吧！这么自信，那老夫现在就送你上路。哎，等等，高人，怎么，你想比他先一步上路？那老夫可以成全你啊！上路？你怎知道本高人破你阵法只是侥幸而已？你这种没有根据的猜测，是给自己的脑子洗脑了吗？不是侥幸，难道还是凭你实力呀？你还不配本高人与你解释，你就记住，本高人可以破你的阵法，便可破你的法宝。高人，直接破了他的阵法即可。这昆仑女帝简直了，又菜又蠢啊！你要真有这个实力，就不会在那儿逼逼赖赖了。只有没底气的人才需要壮胆。宗主，你可千万别被这小子给忽悠了。这狗东西，半天没出过一次手，屁话倒是逼逼赖赖一堆。我看呀，刚才他破的阵法也只是侥幸知道了阵法的口诀罢了。嘿，还真让你猜对了。既然你想救女帝，那我就让你眼睁睁地看着她是如何死在神君的法宝之下的。李道一，你怎知本高人破不了你的法宝？我只是觉得你这个法宝有点东西，不然这不是我家大黄的狗盆儿吗？狗盆儿？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，这可是神君赐予的法宝，能吞噬先帝境以下修士的灵力，你敢小看此宝啊？我睁大狗眼，它也是狗盆啊，而且是我家的。宗主，这会不会就是狗盆啊？你想想，神君的本体，他……这大黄的磨牙棒狗盆怎么都被他们偷去了？吞噬灵力？哎，你个白痴，你敢用手拿呀？啊，触之即死，就连女帝她……这，宗主，什么鬼？高人，您家毫发无损。错不了啊，这就是大黄的。本座重振妖族的计划就快实现了，可惜啊，届时就不能常伴主人了。给我死啊！谁在全力催动本座的法宝？那李道一对付的女帝就在附近，这要是惊扰到主人，再查到我的头上。噗！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不可能，老夫不相信你能破神君的法宝。哎呀，好亮啊！宗主，法宝又不行了，这怎么会？高人，你竟然如此简单就制服了此法宝，这个神器怎么对师傅一点作用都没有啊？你们这也不怎么样嘛，任你如何催动，也无法伤我分毫。宗主，
尽全力呀！这小子太猖狂了。对，弄死他！给老子死！哎，王八蛋！你是想亮瞎老子的狗眼吗？我让你亮，让你亮！又被他灭了！不了！又来！啊！你大爷！你对着一个狗盆，你装神弄鬼的，你累不累啊？这令我无法反抗的恐怖法宝，竟然被高人你手法还这么的朴实无华。看来这破法宝在高人的眼里，对我只不过是最简单的考验罢了，而我却……哎呀，我真是没用！宗主，神君的法宝被他毁了。我不是出现什么幻觉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！天都塌了！哎呀，再猜不出来他的身份，就该去死了！宗主，你是说？快跑！快跑！哎，这法宝！哎！站住！哎！穷寇莫追，你身体要紧。多谢高人关心，云溪深受感动。没事儿，毕竟这个考验也是我给你的。可是这是最简单的2道考验，我都没有通过，我真的太没用了。没事儿，毕竟本高人也是用了一点小小的力，才破了这法宝。才一点点。师傅，你跟我说，你到底是怎么破了那个法宝的？你不会是瞒了我些什么吧？你不会真的是绝世高人吧？高你个头啊！你没听他们说吗？这法宝能吞噬灵力，这女帝自然是不成。可是我啊，你怎么样？我连灵力都没有，他吸个嘚儿啊！哦，原来如此。不对，那为什么他们看你的眼神跟见了鬼一样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法宝都给破了，那他们拿女帝可没办法，不跑等死啊！你个小傻瓜！哎，师傅，这女帝错把你当成高人，若把她留在我们身边，我们还跑什么路？话虽有理，但是纸也包不住火呀！万一哪天露馅了，他不得杀了我呀？要不这样，等女帝养好伤势，你就让她灭了林家，然后随便找个借口让她外出历练。这是个好办法，这样一来，这危机就解决了。你这小脑瓜长得还挺快的嘛！嘿嘿嘿，跟着师傅那么久，总得学点什么吧？本座的法宝！神君息怒，神君大人，那女帝倒是被您的阵法和法宝给制服了，但是另外一人……放屁！你不是说那个装神弄鬼的小子最好解决了吗？今天怎么会栽到他的手里？神君大人，那人可是3言2语就破了您的阵法，他会不会就是您说的主人呢？什么？他确实破了您的阵法。你不是说这阵法只有您和您主人能破得了吗？那不过是我主人丢弃的废狗被他捡到，这破阵有什么难的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有想到会有这个可能啊！蠢货！如果你们遇到我的主人，那还有命回来？我主人吹口气，你道宗林家将顷刻间荡然无存。哎呀，神君大人言之有理啊！那人面对我的东拉西扯和辱骂，他也不曾生气，他怎么可能是神君的主人呢？神君，
但是那人他确实破了您的法宝。呸！他也呸！那是我自己破的，免得惊扰到了主人。原来如此呀！混蛋，又被他唬住了。那个狗东西！你说什么？不，我是说那个。好了，本座这次亲自出手，我倒要看看这装神弄鬼的小子是如何戏耍你们2次的。神君大人出手，必定万无一失啊！神君，这次除了您主人之外，没人能救得了他。他也不枉此生，能让本座好奇的人，那可不多了。这就是本高人的修行之地——天机阁。天机阁，承天道意志，算尽世间之事，也唯有高人能配得上了。那是自然。高人，云溪想四处看看，不知可方便？随便看，随便逛。我跟小柔去给你放行李。多谢高人。为何进入此地之后，我体内的灵力运转很慢？难道有高人布下的大道法则？大胆，竟敢在此地展露修为！真皇大人，真皇大人，云溪不知道此处的规矩，高人也没有交代，若有得罪，还请谅解。既然是主人带来的，下不为例。主人，真皇大人居然甘愿做高人的灵宠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我得赶紧助他恢复伤势，好灭了林四海他们。高人，你这是要……啊，你不是受伤了吗？把他炖了，给你补补身体。你的意思是要吃它？啊？哦，你不会是嫌弃他吧？这老母鸡营养丰富，补身子最好了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么珍贵无比的灵宠，你就这样吃了呀？什么灵宠啊？这家禽不就是养来吃的吗？你等着啊，给你炖得烂烂乎乎的。我仅剩的一只鸡呀。原来太古真皇连当高人灵宠的资格都没有了吗？小女娃不必难过，能成为主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，是我太古真皇一族无上荣耀。哎呀，我真是幼稚，以为窥探出了高人的境界，实际上，高人的恐怖，我了解的1/1000都没有。哼！哇塞，师傅！来喽！来，尝尝鸡肉炖得烂不烂乎？多谢高人。云溪姐姐，你怎么啦？我怎么抖成这样？伤得这么严重？不是。来，我给你夹。这么严重啊！哎呀，真皇大人，您看见了，是高人让我享用您的，您可千万别怪罪于我呀！什么大人？哪有人啊？云溪姐姐，你可别吓我啊！这娘们儿脑子伤得不轻。哎呀，来，你看看你啊，坐。我们这儿吃饭啊，没这么多规矩。哎呀，高人，云溪这境界突破之事，还请您指条明路。此事已困扰我多年，苦苦修行几百年，却始终找不到答案。我要知道答案，还用得着你对付人家？
我认为呢，你执念太重，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。尽力而为，遵循道法自然，静待时机，说不定，哎，这造化就成了。高人的意思是放下执念。快吃快吃，别想太多。好。又怎么了？这不会是这病机吧？高人，我突破了！啊！突破！这吃个饭就能突破，怪不得人家能成帝。高人的意思是让我放下执念，好好吃饭。原来在不经意之间，高人，你就给了我答案呢。没错，你悟性还挺高的。500年了，云溪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能得到高人的指点。云溪真的是三生有幸。这女帝要是知道真相，不会一巴掌拍死师傅吧？哎呀，你这么客气干什么呀？来，快坐，赶紧吃，再不吃鸡肉该凉了。吃，多吃点儿啊，营养丰富，身体恢复得快。高人，你为何不吃啊？我吃这没用。没用？我的意思是，我都吃腻了。吃腻了？我明白了，这太古真黄对高人提升境界无用。来，师傅，没有想到你的厨艺很不错嘛。本来还能更好呢，都被修行给耽误了。高人，这道宗和林家何时灭了？他们这种投靠于妖族的邪修，就不应该存在于修仙界。我仅微微出手，他们便落荒而逃。下次再见，斩草除根。斩草除根。道宗李道一前来求死。师傅，他们怎么阴魂不散的？我这乌鸦嘴！李道一、林思海，我看你们是嫌死的不够快。也好，新仇旧账一起算。今日我便灭了尔等。女帝，我的一个手下败将而已。臭娘们儿，闭嘴吧你！灭我林家，也不知道是谁，差点被形神俱灭。若不是有那吞日神君相助，你们连我一招都挡不了。废话，老夫要是没点底牌，敢来这就认呢？喂，我说你们怎么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？忘了上次在本高人面前是怎么落荒而逃的？你是说那法宝？你以为你真的破了它吗？不是吗？破阵，你不过是侥幸得到了阵法口诀而已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这么快就想通了？今日先杀了这个死骗子，让这个蠢女人看清现实。师傅，林家的人怎么这么恨你啊？废话。哼！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愚蠢无知。蝼蚁岂能撼天？我的法力不足高人的10000分之一。林思海，你是不知道高人的恐怖。这洗脑能力着实恐怖呀！你该不会干过传销吧？切！想不想干他们？想。想不想成为我的徒弟，永远追随我，成就无上大道？高人，做梦都想啊！上次给你的考验没通过，我再给你次机会，灭了他们，我就收你为徒。一言为定。这个机会，我若再把握不住，那也不配跟随高人。云溪，干他！
你突破了！不突破，杀你，就易如反掌。好强的威压，已超越大地境了。怕了，后悔了。现在你们就算是跪下来求我了，我也不会答应。本高人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。想多了，就算是超越了，那又如何？老夫要是没点倚仗，敢来这儿吗？什么倚仗？待会儿你便知。来。这个正法师，这是放大招了！不行，干他！好强的威压！这是什么大招？女帝都打不过。准备迎接神君的怒火吧！高人，他们要召唤吞刃神君。哎，别呀，这么点小事儿，何必惊动吞刃神君呢？这样，只要你们速速离去，我就不让女帝动手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刚才的话送给你，跪下求饶都没有用。什么跪下求饶啊，林家主，刚才就是一个小小的玩笑。我不开玩笑，我只想让你死。我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在我眼里，你比死人就多了一口气而已。高人，这吞刃神君云溪对付不了，交给你。那就只能我动手了。哼，还得本座亲自动手啊！这个方向不对劲呐！女帝还有另外一个人，难道是？吞刃神君要来，好强的威压！师傅，我们这次真的要完蛋了！你们死定了！请神君现身！真是主人，请神君现身！欠我欠你妈！我欠！我能感觉到，这吞刃神君就在附近。这么近吗？傻眼了吧？还不赶紧跪下来等死！哼！你们也太看得起吞刃神君了，就算他现身，高人也照杀不误。是你太看得起我了。神君现身，他要是不吓得尿了裤子，我都高看他一眼。可是神君怎么还不现身呢？请神君现身！李道一、李四海，本座跟你们没完，定要让你们尸骨无存！完了，失禁了，控制不住啊！宗主，神君怎么迟迟还不现身啊？快了！迷路了？放你娘的狗屁！闭嘴吧你！哎呀，我就是关心一下，你生什么气了？真没素质！宗主，这神君怎么还不来啊？他要是不来，咱们就完犊子了！好刺鼻的一股狗尿味儿！大黄这狗东西，不会尿院子里了吧？糟了！糟了！这妖气消散了。宗主，神君不会真的不来了吧？不会的，
神君大人一言九鼎，他不会欺骗我们的，他一定是躲在哪儿，跟我们藏猫猫呢。神君大人，请现身！我看这吞日神君是忌惮高人在此，不敢现身，所以吓跑了吧？好啊，那我可就别白费力气了。有本高人在此，就算吞日神君现身又如何？我收拾，如同打狗。高人果然霸气，又他妈让你装上了，你等着！我就站在这儿，你看这狗东西敢来吗？你！宗主，这断了！这质量拼夕夕买的吧？你妈，老夫让你死！哎！我的修为呢？怎么回事？黑云溪，干他！这女帝确实厉害，这怎么办呢？宗主，跑啊！走吧，快杀了他们！这么简单的考验，可得把握住啊！是。好。你伤到没有？我没事。神君大人，这次你怎么又没现身呢？现身？你让本座如何现身啊？神君大人，那女帝实在是太厉害了。女帝，本座弹指可灭。真正的大恐怖！追！主人出来了！大恐怖！谁啊？滚滚滚！别说认识本座，不然宰了你们！追！什么？云溪姐姐在那！追！跑啊！你怎么不追了？高人，那只吞，有话就直说，怎么吞吞吐吐的？吞。哦，这个是我养的狗，大金毛，可乖了，不咬人的。来，别过来！其实啊，它胆子挺小的。哎，狗东西，每次来外人你都不敢出来，吃的比谁都多。你说我养你有什么用啊？啊？你看它这胆子。怎么了？我怕。这吞日神君，在我眼里，不过就是狗一般的存在。你看我站在这儿，他敢现身吗？别白费力气了，有本高人在此，就算吞日神君现身又如何？我收拾他，如同打狗。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了。你又明白啥了？云溪姐姐，你笑什么呀？高人，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，让云溪数次提心吊胆。这娘们儿看穿我了，智商上线了呀！也是，区区林家道宗蝼蚁一般的存在，直接踩死有什么意思？要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，慢慢折磨，这样才有意思嘛。你说对吧？啊，智慧如你，这都被你给看出来了。没错，这就是本高人为什么没有直接灭掉林家的原因。唉，太过于无趣了。所以高人数次让云溪出手，是在给我机会。没错，我看好你。可是云溪未能通过考验，实在丢脸，辜负了高人的深意。无妨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随我杀上林家，灭了道宗。本座要赶紧告诉他们真相。狗东西，
跑哪儿去啊？不吃饭了？宗主，神君他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最后说的真正的大恐怖又是什么？大恐怖自然是神君大人。女帝，本座弹指可灭。真正的大恐怖，我知道了。神君这是以为区一个女帝，怎么配他出手呢？哎呀，这是怪我们办事不力呀！宗主，女帝大人的实力，咱们都看到了，咱们根本过不了一回合呀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请出我宗的3位老祖出手，只要他们出手，对付女帝就简单多了。宗主，你说的可是500年前已迈入大地境的道宗3祖？没错。可是我听闻他们早已不问世事，他们会愿意出手吗？只要我们许诺，将神君赐予我们的造化分出1半给他们。可是这代价也太高了吧？哎，有舍才有得嘛！只要我们把这件事情办好，以后为神君效力的机会多的是，还怕没有好处吗？说的也是。是，把秦震天给我绑了，逼女帝他们上道宗。高人，力道如何？不错，继续保持。云溪啊，你记住，这手法也是法，这足道也是道，修行不要拘泥于形式。高人所悟的道法，可真是贴近生活，返璞归真啊！云溪这就勤练手法。练得还不错，再使点劲儿。师傅，不好了！何事如此慌张？师傅，林家的人绑了我爸，逼迫我们上道宗，不然的话，他就把我爸砍成薯片。啊！刀工这么好？哎呀，师傅，你快想想办法吧！那道宗可是中原第1大宗啊！第1大宗啊！那又如何？云溪啊，这次本高人真的不会出手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有没有信心把他们一锅端了？大声告诉我！云溪定全力以赴，通过考验。好，那就随我杀上道宗！那女帝突破境界又如何？有丧魂钟在此，先帝境以下强者皆可镇杀。有劳3位老祖了。事成之后，吞日神君赐予你们的造化，分出1半给我等。那是自然。哎呀，我怎么能欺骗3位老祖呢？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，能得到上古大妖吞日神君的青睐？女儿，快让高人救我！有点胆量。女帝旁边2个人是谁？2个毫无修为的骗子，不过是会装神弄鬼罢了。呵呵，有点意思。没人。道宗的，我不想跟你们废话，赶紧放人！说你是白痴，都算便宜你了，还想安然无恙地走出了道宗？想得美！这李道爷要拉着道宗一起死。
不行，我得赶在他们说出真相之前阻止他们。要是主人知道我有参与这件事儿，可我根本控制不住啊！这么说，你们是不想活了？哼，有趣的凡人！我看他是无知者无畏。哎，踩死你！老夫都嫌丢人呢。哦，你们这么看不起我？哼，好，我今天就派出我的徒儿，让你们知道厉害。云溪，把握机会，全力以赴。是。狂妄，让他知道丧魂咒的厉害。这看着也不给力呀！云溪姐姐，加油！哎，加油啊！最后的希望了！我一定要把握住机会，谁都不能阻拦我！一心求死，成全他！云溪姐姐。道宗的丧魂钟果然名不虚传，哼，他们死定了！哼，昆仑女帝不堪一击！高人，我又让你……停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高人，道宗底蕴深厚，有点东西。走，我们下山。走。我，高人，还有我。师傅，我爸不救了吗？智商呢？连女帝都打不过，你是想让我们跟你爸陪葬啊？我跑，还想跑？哪里跑？我们不跑，我们走下山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啊！走。高人只是在戏耍蝼蚁罢了。若不是你个狗东西3番2次的欺骗老夫，就侥幸破了神君的阵法，神君怎么可能对我不满？还有你个瞎了眼的蠢女人，错把她当高人，跟神君作对，害得我林家损失惨重。老祖，杀了他们！别啊！凡人死在丧魂钟下，到了下面够你吹一波了。你怎么会没事啊？一点事都没有啊！他有事才奇怪呢。什么情况啊？竟然被他扛住了！高人，只要破了这丧魂钟，剩下的人交给我处置就行。哦，看来你很想通过考验嘛。行，本高人就再给你降降难度。云溪，感激不尽。一介凡人，你想破这道宗至宝？我看你是想让他早点投胎吧？你想笑死老夫，好破这丧魂钟吗？那便让他灰飞烟灭！来，全力催动！这绝不可能！好有感觉啊！这见鬼了！这是你们用全力没有？老大，我的手都拍肿了，再拍下去手都废了，灵力快枯竭了。李道一，这就是你说的凡人？老祖们，他真是凡人呐！这玩意儿除了声音大点儿，也不咋样啊。这是我道宗至宝，不许你侮辱！死在丧魂钟下的强者不计其数，你敢小看？这玩意儿也不行啊，我一拳就能给他打碎了。此宝乃北海玄冰铁所铸，
你能打碎，这是滑天下之大稽。老夫先打死你！老祖，我的刀锋翅膀！还吹呢？这质量，9块9包邮我都不要。道宗，林家，我看你们还有什么底牌？云溪，准备收割。是。别！咱们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嘛。李道爷，李四海，本座来了。神君，神君来了！不是吧？还真有底牌。吞日神君，我们道宗的造化要来了。好啊！虽然说没有了丧魂钟，神君给我们道观的补偿一定不会差。这不亏。这造型一看实力就不简单啊，难怪他们如此嚣张。神君呐，神君，你可算是出现了！神君大人，我道宗损失惨重啊！神君大人，你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欺负我们的呀！太他妈难了！就是他们，你快杀了他们！滚开！本座与你们很熟吗？神君大人，这什么情况啊？神君大人，我道宗未完成您的任务，丧魂钟被毁，还请您多赐造化呀！什么任务？本座可从来不知道。我的徒孙，那你找他去啊！李道爷，你不是说神君需要我？震天侯！我勒个操！发波的时候还能说话，这境界有点吓人呢。爸，女儿，快！马上来！宗主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我知道了，神君大人这是想让造化分给我，还有你们林家。哦，这太好了！哎呀，神君大人，这就是我为您找的无垢仙体女子。哎呀，我什么时候要过？李道爷，你再血口喷人，我定不饶你！什么？神君大人，可是他真的是……神君大人，这什么情况啊？神君大人，不是你安排我们这么做的吗？我们哪里做错了呀？神君大人，我们到底是哪里做错了呀？修行那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走。我最恨你们这种投机取巧之人，还更恨你们这残害无辜的邪修啊！你道宗跟林家胆大妄为，嚣张无度，不知道迫害了多少修真之士啊！你们真是修仙界的一大祸害呀！什么？我也是醉了。神君大人，你这玩的是哪出啊？我们都看不懂啊！这我这小心脏受不了啊！神君大人，我们经不起您这样玩啊！本座一身正气，坦荡为人，怎会与尔等邪恶之徒为伍呢？神君大人，可是当初是你让我找这无垢。闭嘴！本座今天要替天行道。滚！神君大人，还有你！就杀了，这也太强了，这！不管了，只能下跪求饶试一试了。主人，大皇知道错了，求您饶我狗命啊！你是大黄？大黄就是家门口看门的那个大黄。主人，您别装不认识我呀！求您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让我继续能追随您。乖，这他妈是大黄成精了呀！金毛的智商相当于人类的6到7岁，
难怪这么怕，我这智商不玩死你。我其实啊，一眼就把你给看出来了。刚才是跟你开玩笑呢，以后给我老实点儿，不许在外边兴风作浪，听见没有？是主人，先回礼，先回礼。我就知道。乖徒儿，这只傻狗连你都惦记，你要怎么惩罚它呀？啊，他什么我你他呀？我是问你，是吃清蒸还是红烧啊？别，主人，我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。师傅，你就别吓唬他了。云溪，本高人就算你通过了考验，以后你就跟着我修仙。太好了！上次教了你手法，今天晚上我传你足道。谢谢高人。师傅你偏心，我也要学足道。哈哈哈哈哈哈！